觉啊？替小魏给他娘上炷香吧。就告诉他娘，说咱们家小魏啊，现在越学越好，越来越出息了，是皇上钦点的5等侍卫，还带刀呢。让他娘好好保佑他，日后出人头地，弄一个威武大将军什么的，光宗耀祖。我这媳妇啊，跟着我，福没多享，罪没少受，好日子没过上几天，就早早的走了。他娘，走得好啊，走就走吧，早走有早走的福气。这世道乱糟糟的，多看几眼也没什么意思。当初你就跟我说，那官场啊是最没劲的地方，这么些年，我一直身不由己啊。现在好了，官儿终于辞了，又回到我们当初刚见面的样子，想睡就睡，想起就起，天地人三不管，谁也不用伺候，这好受的滋味，我知道，你知道。你要是还在，你该比我还高兴呢。什么人过去没有？什么人啊？一个穿一身黑衣服的小寡妇。寡妇没有，官夫倒有一个。走，快！快走！给我仔细走！快点，仔细走！ 求您救救我吧！求您救救我！16，哎，来，老爷，怎么回事？是个小寡妇啊，小寡妇，是个望门寡，人还没过门，那个男的就死了，他们连面都没见过。是啊，那家人修了个小院儿。 把他关了3年了，不让见人，连吃饭都是从狗洞里送进去的。老爷，要是抓回去，那可就惨了。哎，老太太怎么说？老太太说：“救人一命，胜造7级浮屠。”老爷，总不能看着一个年轻轻的小寡妇回去喝毒药吧？还没到家，先添一麻烦。去。 我们县太爷派我来迎接李大人。好，你稍等会儿啊。好。老爷，本县的县太爷派人来迎接你，说是要在县府给您接风。你去告诉他，我现在啊已经是老百姓了，不用这些。哦，哎，姐夫，您毕竟是大员至修，他们这乡里乡规的还是要有的，您这该应酬的恐怕还得应酬一下。 哎，对了，那个县太爷啊也姓李，他还说是您的一个远房亲戚。添乱！请学生李万祥给李大人请安。我这儿在给咱家四叔请安。哎呀，起来！哎，你是晚辈，论资历，您是3朝老臣，国家栋梁，我是去年大挑才挑上的7品小吏。论辈分，续族谱。 我是您侄子，
从您老太爷那支算，我们家太老祖啊和您家的老祖是亲叔伯兄弟。我父亲大排行行3，您大排行行4，所以该叫您一声四叔。四叔，您里边请。好。四叔啊，真是大名鼎鼎啊！咱们苏阳李家能出了一个四叔，这么国家栋梁、3朝重臣，真是祖上的福印啊！去年大挑的时候，我就随便说了一句跟您沾点亲，主事的惠老王爷和吏部的几位堂官立马就另眼相看，那可真叫体面。我说县太爷啊，您别这么叫，您就叫我名字李万祥，李万祥。好。我呢，现在已经辞官了，我什么都不是了。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，是你这父母官治下的大清顺民，既不想麻烦谁，也不想惊动谁啊。瞧您说的，瞧您说的，论功，您曾有功于朝廷，在我心里还是头品的大员。这论私，我是晚辈，你是长辈，该孝敬的我一定孝敬啊。您家的老宅我已经派人收拾得干干净净的，您就踏踏实实的呀。有刺客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启禀老爷，启禀老爷，有人闯了李大人的车驾，人呢？没抓住，跑了。伤人了吗？哦，还好，大人家眷刚刚进了内堂。笨蛋！笨蛋！怎么没抓着？谁也没想到他会，不过人倒是认出来了，就是前2天程老员外让咱们帮着通缉的那个。那个叫秦如汉。什么？这光天化日的，竟然有刺客！哎，不会是冲我们来的吧？不会吧？咱们也没招惹谁呀。抓住没有啊？让他跑了。他是什么人啊？他是朝廷的一个通缉犯，叫……哎呀，刘邦，你快说呀你！哦，对了，叫什么秦如汉的。哎，迎春，他怎么了？老太太，你看他这是怎么了？怎么，找个人就那么难吗？啊？奇怪，那片坟地没多大，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？说的是啊，我把那片地方像篦头发似的篦了好几遍，人真就没了，8成土遁了。胡扯！当时在坟地上还有什么人呀？也没什么人呢，这不年不节的。还真有那么一拨人在扫墓。谁呀？是个告病荣归的大员，我打听了一下，说是当过什么直隶总督。李卫？对，李卫，我知道这个人。不过这也挨不上什么边儿，没什么关系啊。是啊，挨不上边儿啊。等等，上次苏阳县来告诉说，那个姓秦的在他衙门口出现过，像是要行刺，还闯了车架。我要是没记错，苏阳县说的车架就是李卫的。这可真是巧了。不搭界呀。是啊，家门不幸啊，家门不幸啊！我刚刚委托了本省学政贺为明大人，带上了请烈女封的折子，转眼家里就出了这样的事儿，辱没门风不说，伤风败俗也不讲。这折子已经送到了礼部，真要是朝廷准了，再来个御笔圈点，回过头来，那小贱人他不仅没驯夫，反倒跟奸夫跑了。你们说说啊，这是多大的罪过呀！这个脸丢不起，这个罪更担不起呀。就在那儿。给我轮班盯着，进进出出的人都给我看清楚。我说头，听说这位李大人当过直隶总督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咱们可别惹麻烦。哼，惹了事儿也找不到你头上。要是找不到那小寡妇，
那就是咱们的事儿了。人家是退休的头品大员，恐怕连牙都没了，跟那小寡妇能有什么关系？你懂个屁呀！我告诉你，这叫越老越花俏。80了，还能结个瓜呢。给我看紧了。哦。我父母过世很早，我是叔叔养大的。程家的那个大少爷一直有病，说亲的时候病已经很重了，是有个老道说要用婚事来冲冲喜。程家四处找八字相合的，最后选中了我。可是还没过门他就死了，叔叔他们不敢得罪程家，还是把我送了过去。在他们程家，我一关就是3年。那个秦如汉是怎么回事啊？那是我们家的一个邻居，父母还在的时候就给我们定了亲。在我被关的3年里，他想尽一切办法要救我出去，可是一直没有机会。后来程家人听到了一些风声，就决定要请烈女牌坊，逼我死。利用这次扫墓的机会逃跑，就是如汉出的主意。本来他是要来墓地接我的，可是还是被程家人抢先了一步。要不是遇到你们，别难过了。你看，这是什么？玉春告诉我，他和秦如汉墙里墙外的见不了面，就用这个通讯。你听。这个调子啊，也是他教我的。你是说，我们帮他去找人？嗯，我估计那秦如汉肯定不会离开太远，指不定藏在哪儿。咱们出去帮他把人找着，然后帮他们远走高飞。这主意怎么样？嗯。哎，教教我怎么吹的。嗯。海菊，哎，你听，真的灵哎！嗯，睁大了眼睛给我找，那小子肯定躲在附近呢。那小子还不跑啊？你不懂了吧？人一花了心，就跟吃错了药似的。你弄头犟驴来，都拉不走他。放心，不见小寡妇，他不会走的。抓住那小子是不是直接扔河里去？不行，抓住他是为了找到那小娘们儿，先问出来再说。是。哎，海菊，海菊啊，你看。没人，玉春，快出来！走吧，跟上，看小寡妇要去哪里。我们去什么地方啊？镇子外的土地庙。这件事情不能冒失，一旦让人看见了就麻烦了。小心点儿。我们和他商量好了，天黑以后在这儿见面。你快吹呀！你别着急，他会来的。几下。快吹呀！
完璧归赵。哎，你们俩拉拉手嘛，见了面总得拉拉手啊。玉春，我们快走吧，别打扰人家。哦，哎，拉呀，走。哎。 小心点啊！快点，快点！干什么？什么人啊？有人来了！快，阿菊，快死他！不好了，有人跟上来了！你们快跑吧！不，我去把他们引开。不，要走一块走。不行，那就谁也走不了了。我去把他们引开。不能去，快走！快！快追！快！快点！上！是！行，追来！你给我起来！你给我起来！起来！起来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这大半夜的，你又想起什么了？我就看不得这个！哎呀，你让我怎么管嘛？皇上老子的事儿你都管得了，这屁大点事儿你还问我？哎呀，这种事儿才真不好管呢。哎，这俗语不是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吗？俗语多了，俗语还说当官不为民做主，不如回家吃白薯。哎，我说娘啊，你什么记性啊？我现在啊已经不是官了。啊，来，坐下歇会儿。哎呀，咱们好不容易啊，总算是回到家里了。想种2亩地，种2亩地；不想种啊，我这点告老银子也够过日子了。别招灾，别惹祸，过2天踏实日子，行不行啊？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那是人家自己家里的事儿，你让我干什么？啊，我拍门进去说，你们家儿媳妇儿早就有相好的了，得让她改嫁。哎，人家不把我打出来才怪呢。哎，这人呐，你已经救下来了，这7级浮屠、8级浮屠，你也算是造了一个了。哎，他愿意躲就躲2天，他愿意走呢，就让人家走，大不了啊，再多给点盘缠，这够仁义了吧？啊！哎呀，这个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呀。既然抓住了那个男的，那个小贱人的下落就不难问出来。那就问呐。我先打断他一条腿再说。慢。咱们毕竟是诗书门第，不要私设公堂，脏了我的庭院。拿我的名次，送到县府，让李万祥代审。哎，对，那儿的刑具更全。老太太，探听出来什么没有？啊，那位秦公子他被送进县衙了。哎，玉春，我不能连累他。你怎么那么傻呀？他们就是等着你自己送上门去呢。哎呦，是吗？来人犯！哎，把你们家老爷请出来吧。老爷，人犯押到。小子，这会儿怎么样啊？啊？好看的，还行，这个颜色还可以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手里应该有个龙头拐杖才好嘛。哎，有了，等着。
谁把我旁座弄倒了？是你，是你，是你！老爷，这真是春困秋乏夏打盹，睡不醒的冬三月。报上姓名。秦如汉。秦就是秦，汉就是汉。秦能如汉吗？故作惊人之笔。一听这名字，岂非善类？谁是原告？我。本相程员外。有状子吗？有。看来这是一件风化案。秦如汉，本状告你拐带良家妇女，可有此事啊？我与何玉春青梅竹马，自幼相好，早已定了终身，谈不上拐带。有何凭证？天地为凭。哼，老天爷还管你这么多事儿？人家这可是明媒正娶，可她嫁的是个死人，那就是寡妇。灵孤妻寡，罪加一等。我不能看着那家人毁了玉春。你念过书吗？女子有4德：曰德、曰行、曰恭、曰容。这第一个呀，就是德。夫德者，就是在家从父，嫁后从夫，夫死从子，夫在则真，夫死则解。圣人云。老爷，眼下你得问出那个小寡妇的下落呀。秦如汉，原告说你私藏了人家的媳妇儿，何玉春的，现在何处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你能不知道？我知道，凡是一沾上这种事，人就犯迷糊。不敲打敲打你，你是醒不过来了。来人，在。让开，让开！快让开，让开！老太君来了。什么人如此放肆？老爷，这是李府的老太君啊。这老太太谁呀？这么大岁数不在家待着，跑这儿干什么？就是啊。哎，别吵，别吵，别吵！没看见大老爷在问案呢。咱们都听听这个案要怎么个问法。刚才说到哪儿了？秦老爷让人犯供出何玉春的下落。对，下落。秦如汉，何玉春的下落你知道吗？小民已经回过老爷。不知道。老爷，您甭听他的，他知道，跟他要人。自己的人自己看不住，跟别人要啊！哎，拿贼要拿赃，捉奸要捉双啊！请老爷按刚才说的办。我刚才说什么了？老爷说要敲打敲打他。老爷，这种人你不敲打他，他没实话呀。对了，这天底下的冤案大半都是屈打成招的。嘿，哪来的疯狂？大人，你们这是县府大堂，怎么能让这些乱七八糟的……让这些乱七八糟的人进来呢？你们把这个疯婆子给我推出去！你们谁敢？乱了！这里还是我说的算吗？李大人，这个可是程老员外的案子。哎，这几年没回来，连个扫垃圾的笤帚簸箕都成精喽。哎，这儿可是公堂，可不要乱来哦。退堂！哎，李大人，大人，怎么能退堂啊？证据不清，下回再审。哎，大人，要不我们也退堂吧？快走，扶老太君起来。那位老太君到底要干什么？看样子是想对那个秦如汉
是以元首。会不会和程家有什么过节呀？李卫久未回乡，刚回来，不应该吧？我就怕他这个，在自己的地界里住上这么几个有头有脸的，你都不知道该伺候谁。还是弄清楚再说吧。你去问问那老太太到底想干什么。哎，什么？李卫的母亲闹了公堂？是啊，吓得那个李万祥都没敢再往下审。难道这事儿真和李卫有关系？会有什么关系？大舅秦如汉，看样子是想把这个案子压下去。这也没道理啊！想必是有什么不欲外人知的事，才要把案子压下来。不欲外人知？什么事啊？不欲外人知？还能有什么事？那个小贱人还是有几分姿色的。莫非悠然回家养清闲，保暖思淫欲？我敢打赌，那个小贱人现在就在他们家里。看来那秦如汉也知情，所以怕他当堂供出来，有伤风化呀。真要是这样，倒是可以说通了。欺负到我头上来了，我看还是先要弄清楚。给苏阳县送200两银子，一定要从秦如汉嘴里问出实话来。是。李卫家要的是那个秦如汉，程老员外家要的是那个小寡妇。哎，这放了秦如汉呐，就找不着那个小寡妇。要想找着那个小寡妇啊，就得按住秦如汉。这2个人是拴在一起的。那咱们要是把它拆开了，那就好办了。拆开，不管男的女的，只要一闹上这事儿，就跟吃错了药似的，昏天黑地，放出狗来咬他都不跑。哎，谁让您真的去拆，那就是个说法。说法，咱们跟程家说，已经审过秦如汉，秦如汉已经承认跟那个小寡妇有私情，这不假。可现在已经恩断情绝了。恩断情绝？哎，一提那小寡妇，那小子眼睛直发直，还恩断情绝呢。编故事啊！那小子眼睛发直，人家小寡妇的眼睛早拐弯了。有点意思。接着往下说。咱们就说这秦如汉之所以火烧屁股似的着急，就是因为发现那个小寡妇又闹上了别的事儿。这俗话说啊，寡妇门前是非多，古来如此，合情合理。可是抓他的那天晚上，这2人还在土地庙见了面，这谎怎么边缘？哎，好办，就说那个小寡妇如今爬上的是个大户人家。那天晚上是小寡妇约他见的面，为的是好离好散，塞给了秦如汉一些银两，自此了断。这样无情无义的人，还要他干什么？您怎么了？这不是编故事吗？对，编故事，编故事，意料之外，情理之中啊！好，就这么办。这些口供，是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问出来的。其实呢，想开点就是了。谁让这寡妇门前是非多呢？辛苦太尊了，一点薄仪，打发下人吧。看来真的不出所料，我早看出这里头另有文章啊！李卫，好个李卫！什么能源干吏、清正廉明，全都是欺世盗名。据我所知，李卫那个人不好惹，我看还是息事宁人吧。你让我罢手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我已经请了金表，上有天理，下有家规。我若蝇营狗苟，颜面何在呀？这座牌坊我是盖定了，我盖定了，我。您请。四叔，侄子给您请安。哎呀，
你有差事，我是闲人，不用老是这么应酬的。快来，坐坐坐。谢谢。我呀，是回您老的事来了。回什么事？秦如汉的事，侄子已经给您办妥了。秦如汉，我知道，您不好出面。其实啊，您让我过来就是了，何必劳动老太君呢？哎，你说的什么事儿？就是秦如汉的案子，我已经压下去了。我呢也想了个说辞，算是有了口供。不过秦某人还得再委屈2天，风头过过，我一准儿给您把人送回来。老爷，外面有人要见你。哎，是程老员外家的人啊。哎，没跟他们说我在这儿吧？千万别说我在这儿，谁让咱一笔写不出2个李字呢？这个事儿啊，我这胳膊肘可是往您这儿拐的，这底儿都交给您了，您呐小心点儿，我也小心点儿。我还是从后门出去。2位有什么见教，直说吧。啊，是这么回事儿。本乡程老员外，以前李大人应该听说过吧？那当然，10里8乡有名的大财主。小时候出去玩，到他们家的地头上都得绕着走。他们家那狗养的，不，他们家养的狗长得跟小驴子似的，又凶又猛。家中有些产业还在其次，程老员外几代诗书传家，算不上钟鸣鼎食，也是出过1个榜眼3个进士的。门风上古，教化森严。是啊，门风之下尤重礼教纲常，忠孝节义无一偏废呀。你们2位把话往直了说啊。我知道，李大人中年丧偶，官居有年，这些年忙于军前效命，为国事操劳，无暇自顾。如今置休还乡，重温家居之乐，再续琴瑟之欢，这也是人之常情嘛。是啊，人食五谷，焉能没有些烟火气？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人皆有之。才子佳人自不必讲，即便是孔老夫子，也难免要去见见男子啊。不过倩然一笑，依旧是圣人嘛。这个2位想说什么呢？啊？久闻李大人为人爽快，我们也就不必迂回了。这是几个8字，都是上好的人家，相貌人品、德性功容都是无可挑剔啊。李大人不管中意哪个，我们2人愿做冰媒，程老员外还会奉上一份厚谊，添一份喜庆。是啊。不，我要是没听错，2位是想给我找个后老伴儿？至于名分，是妻是妾，全凭李大人喜欢。红袖添香，即成佳话呀。可是我不记得我托过谁给我找老伴儿啊？这是程老员外的美意。他干什么？李大人快人快语，我们也就直话直说了。程老员外不求别的，只请李大人把何玉春赐还。谁？就是李大人一语收归府内的那个女子。实不相瞒，程家已经为她请了金表，作为程家的儿媳，就要重贞重孝，听约再嫁之类的事，于程家是绝不会有的。此事务请李大人成全呐。等会儿，你们是说我这儿有你们家的儿媳妇儿？这是个小地方，一风吹10里。程老员外已经知道，何玉春就在府上。至于以前发生过什么，程老员外不想再追问，只要人能回去，就算皆大欢喜了。你们2位听好，我老婆死得早是不假，这么多年我都是一个人过的，挺自在，也没觉得哪儿不舒服。现在年纪一大把了，更是绝了这个响头，既不要妻，也不要妾。这几个8字儿，你们也拿回去，我心领了。你们家那个儿媳妇，啊，不管她是天仙
还是猪八戒他二姨，都和我没关系。回去跟你们程老员外说清楚，这个事儿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。送客。老太太，来的是谁？程老员外家的人。干什么？不知道。是不是来要人的？要人？要谁啊？废话，要我有用吗？哦，要那个小寡妇。不是，这事儿您还没告诉老爷呢。告诉他干什么？这点小事我还做不了主，真是。有喘气的没有？进来一个。哎呀，老爷，没事吧？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嘛！啊，先是那个县太爷，紧接着又是两个酸丁，咬文嚼字的说了一大箩筐的话，我一句也没听明白。这是不是我这脑子什么地方出毛病了？哎，我们家老爷比谁都明白。明白什么？干什么呀？给我送八字！哎，我这一个人过了半辈子，临老还闹上春了。我几时说过想娶媳妇儿了？哎，人家也许是好意呀。放屁！那是给我换人，我可没糊涂。哎，换谁啊？他们家儿媳妇儿，何玉春。嗨，你说我到什么地方给他们家找儿媳妇儿？老爷，哎，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？这事儿，你还是自己去问老太太吧。快说，不说我劈了你！说，咱们家老太太去找了县太爷，想成全人家好事儿。那何玉春呢？何玉春让咱们家老太太给带回家来了。老爷，我的妈呀！你看我过来的清静日子，你难受啊你啊！我已经向祖宗行了礼。我程家的先祖乃理学先师，自宋朝至今已是32代。这几世的门风不能毁在我的手里。我程家的子媳绝不能做出有损家门的事。老爷，只要您发话，不就是以礼位吗？我就是豁出命去，也要把他给你抢回来。劫亲抢色乃泼皮所为，我程某是那种明火执仗的人吗？我大清一向崇儒重礼，我已经备下了诉状，县府州道我要一路告上去，总会有个讲理的地方。如若他们敢官官相护，哼，我就直上京城告御状。就是舍掉我这一身老骨头，我也要守住我程家的世代清明。备马备轿。是。好。且慢，成功留步。成功，先不必急于金冠洞府。有一个人还可以一用。谁？本省学政贺为明，贺大人。成功只知其一。李卫在治休之前接了个巡检使的差事。查海关道走私案，震动了半个江南官场啊！光是咱们一省，就牵出大大小小6、7、10个县职官员呐。那贺大人也有牵扯？是贺大人的一个弟弟和一个娘舅。贺大人的弟弟面圣的时候当场吓晕，落了个口眼歪斜，至今卧床不起。那位娘舅掏光了家底儿，才补上了窟窿啊！更要命的是，虽说皇上有旨既往不咎，可是从此这些人就断了仕途，岂不把办案的钦差恨之入骨？
他们不敢碰阎王，整整小鬼儿也能吐口恶气呀。今年又是大比之年，朝廷上下都要衣冠袍带的张扬教化。像李卫这样树大招风的，回乡之后不好好耕读教子，反而大起淫乱之心，见色忘义，视纲常于不顾。真要是捅上去，不死也扒他一层皮呀！主子叫我。朕在琢磨这次大考的题目，很费些心思。是啊，就那4部书，考了几百年，士子们背得滚瓜烂熟，倒真是越来越难出题了。臣听说去年乡试，山东学政出题，4书的正文看什么都觉得太熟，居然从诸子的注释上找了2条，4书之内也不算错，可是却弄得考生们叫苦连天。朕已经搓手半日，到现在也没想出一个合适的题目。朕叫你来，就是帮着参酌参酌。臣以为，既然是天子命题，应大气才好，偏题、怪题、结搭题都不宜入选。说几条来。那些考官出偏题、怪题，无非是想让人猜不到，无处抄袭，所以恨不得将题目出到字缝里面去。臣倒有一个想法，皇上不妨反其道而行之。好啊，讲。干脆就取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，还有《中庸》这4部书起首的第1句话。 4书首句，《论语》首句，学而时习之；孟子首句，孟子见梁惠王；大学首句，大学之道；中庸首句，天命谓之性。这就是连总角之童都会背诵的熟句子，人人都知道，人人想不到。好个4书首句！此所谓难即是易，易即是难。